過來到台中，前日呢，能做好嘅台中沙港鄉嘅土牛運動公園，第一擺木拉開封菜當中，也出現在前，草岸部因為大甲河大水鋪過啱嘅，造成公園上有200人公廁嘅暴露而黑到，第三鋪船橋加加運來小波塊來動亂，也好得呢一模繼續落安太熱，那麼造成個大嘅在前。拖拉古運來一車又一車嘅小步塊，用怪手慢慢嘅帶拖駁旋風。差別臨暗差唔多5點，大甲河不河不堪，警察土牛運動公園宣解駁，有民看到關鍵通報防災單位，但是已經唔付咧。200米可能有嘅啦，200米以上嘅。啊，你阿兩米比重鐵去哦，係200條。你要算了太水啊，太水衝過了雨水都水壩撈水落來啊，特幾水壩撈水落來，撈水落來咗你準備嘅。第三號船橋得到消息，碼頭第一時間趕到現場，還關鍵運來小步塊來動水，怪在水勢慢慢嘅變色，災情將冇變嚴重。小步塊全部都開始跌落去，早上呢，如果繼續呢，落去跌嚟個小步塊，但是希望呢，呢個重複嘅產出呢，能得個降到最低，係嘛？拜託河上區呢，能得中央呢，能得呢，了解來，來重建，呢個地方呢，就係重建不容易。人家個體力啊，人家偏向到啲運動喎。冇人來吧？冇咧，你算咪落我哋要衝嚟咁慢咁。呢片本來係大甲河河床嘅高鐵，9年鐵通過後，河船橋作為新嘅駁，所以石岡鄉公所是拿來做運動公園，本居民休閒運動。冇想到風災來帶來大雨，同駁打快劈，怪在無任何人傷亡。香港新聞李成龍台中報道。